大家好，我係 Ashley 啊，又嚟到新一年啦。新年之前特別忙，又冇時間去扮靚靚喎，塊面又殘咗，指甲又未得閒整，咁新年點見人好啊？好彩俾我喺尖沙咀發現一間美容中心，可以一站式做晒身體唔同部位嘅 treatment，仲可以幫我一次過解決晒唔同問題添。等我上去睇下啦。既然就嚟要見人，梗係喺度做翻個 facial 先啦。天氣時冷時凍，搞到啲皮膚都差晒啊！美容師咧就建議我喺度做翻一個冰火極速嫩膚療程。聽講呢個 treatment 可以徹底去除老化角質，改善細紋及毛孔問題，仲可以幫皮膚鎖水，真係好啱而家嘅天氣㗎。個療程最得意嘅地方就係會有一塊熱一塊凍嘅面膜，熱嗰個呢就係熱感煥膚面膜，而凍嗰個就係冰藍護膚面膜。頭先做嗰陣時呢真係好得意㗎，先熱再凍，再加上埋個冰球按摩呢真係好舒服，一邊敷 mask 一邊冰球按摩，真係雙重享受啊！咁而且呢度呢仲有一個大師級嘅選擇，就係呢個專業強效煥膚組合啦。有效針對細紋、色素沉着和暗瘡粉刺，即使係敏感肌膚，亦能深層地改善你嘅肌膚健康。咁只要4個步驟就可以改善5個層次嘅肌膚問題啦。另外仲有一個海草直針，咁佢唔會痛啦，亦唔會好似出邊咁做到甩晒皮，而且第2日都會上到妝。如果角質層比較厚嘅女孩子呢，最多只係會有少少嘅皮屑，咁佢可以改善翻色斑、反黑。提升緊緻、收細毛孔，仲可以 V 面添。日忙夜忙，除咗皮膚差咗之外啦，做到個人又攰又冇精神。一場嚟到，梗係要鬆下啦。等我去做埋個香薰按摩先。按摩師溫柔之餘，手法又到位，再加上香薰精油，真係成個都好鬆好 relax， 水腫都冇埋。今晚一定好好瞓啊！做完 facial 同按摩，等我睇埋有咩指甲先。柔和嘅色調配上手工 3D 粉雕花，可以變化出好多唔同嘅款式。你哋睇下係咪好靚呢？如果你都想一次做晒唔同部位嘅 treatment，仲唔快啲嚟試下？而且呢度仲有美國 FDA 品質認證嘅紋繡飾乳，100% 植物提取，對人體無害，同埋仲有810嘅 laser 脫毛。我都要去行街啦，拜拜。